原来艺术水阁好，国情解说两句啊，互你做参考。解说，解文说义。来讲中华妈祖经南瑶宫，讲起来这间庙已经几落百年的历史，尤其庙内底连队，原来写起真好。国情解文说义，捡两对啊出来，甲所有观众朋友咱互相来研究一下。过去咱咧讲连队，讲一定庙宇的名有写着，地方咱庄头县市的名。我讲嘛，藏伫连队内底。你甲看，南瑶宫一对连队讲：南岛下良宫，中度圣因照海国，妖禽雕凤客，化形武德正大将。咱认真来甲分析，记面顶句讲：南岛下良宫，南岛成军想先发落，射出紫气的光芒，安尼叫做南岛下良宫。中度圣因照海国，过来讲妖禽。雕凤客，就是讲这个琴声弹出来是真迷人的歌曲。化形武德正大江，这大江当然是台湾的海面、台湾的地土。啊，内底你注意甲看哦，见面顶句讲南岛，下句讲妖禽，这就是南瑶两字藏伫真。中站开讲中度圣因，就是讲妈祖婆的恩德，表面甲明，安尼叫做中度圣因。啊，过来下半句讲凤客。琴声化形武德，这个话拄啊甲中对比，中华两字原来藏伫真。啊，讲中华南瑶宫这个名对倒位来，照国情所在，这就是当时起庙的时阵，庙门就是正伫咧中华城门的南边。啊，搁有下骹这个窑，就是以早咱讲中华南边这边有一庄叫做下窑庄，毋则南窑，后面叫做南窑宫。啊，照这个窑落去写玉字边的窑，即摆大家叫做南窑宫。过来看一对连队，顶句讲南岳平高，圣德巍峨安宝岛。下句讲窑宫可接河温河东朔美洲。顶句讲南岳平高，什么物件？甲南岳就是三山五岳，这岳拢是算关山啦。毋则咱吼岳父会讲叫做泰山。就是表示讲对岳父真尊敬。啊，南岳平高，甲南岳遮尔悬的山同款悬，什么物件？圣德巍峨，妈祖婆的圣德，甲山岳同款遐尼悬，会当安宝岛。佫下句讲瑶宫可接河温河东朔美洲，妈祖婆恩德浩荡荡，源头无对别位，正就是对美洲来。这两对中华南瑶宫的连队，甲所有观众朋友咱互相来研究。